黃翠如產後首度曝光，幸福滿瀉感謝醫護 ，B 房設計超溫馨，幸福來得不易，終於迎來美好的一刻。3月對黃翠如與蕭正楠而言，意義非凡，不僅是蕭正楠48歲生日，更是二人迎來愛情結晶，正式升格為父母的重要時刻。黃翠如於3月中順利誕下愛兒，並於近日更新社交平台限時動態，首次公開產後正面照，分享初為人母的幸福時刻，令粉絲大感窩心。自2018年結婚以來，黃翠如與蕭正楠一直努力做人，然而這條路並不平坦。去年11月，他們終於宣布懷孕的好消息，但同時坦言曾經歷小產，讓他們對這個來之不易的小生命更加珍惜與小心呵護。直到3月份，二人終於迎來愛兒，這份遲來的幸福令他們無比感恩。溫馨 B 房設計曝光，初為人母滿滿愛意。初為人母的黃翠如於限時動態分享兒子的專屬房間，並甜蜜寫道：小朋友，你喜歡你的房間嗎？房間佈置溫馨，色調柔和，充滿童趣與愛意，展現出他對寶寶的無限呵護與期待。這個簡單的一句話，流露出滿滿的母愛，讓粉絲也深受感動。除了公開 B 房的佈置，黃翠如還在出院前與醫護人員合照，感謝他們在這段時間的悉心照顧，並留言很掛住大家 B 要快啲返嚟見大家。從照片可見，她雖然剛生產完，但氣色紅潤，臉部線條依舊精緻，幾乎沒有水腫。站着與大家合照時更是行動自如，狀態極佳，盡顯幸福媽媽的光彩。這次的產後曝光，不僅讓大家見證了她的好狀態，也讓粉絲感受到滿滿的家庭幸福感。相信這對恩愛夫妻未來會繼續分享更多育兒點滴，讓大家一同見證這個小生命的成長。感謝你觀看我們的影片。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用，請按讚、分享並發表評論。